阿强啊嘛发布真侪假消息，要来扰乱台湾民心，讲这就是认知战。譬如讲，这个网络顶传甲一个噗噗，讲台湾开9400万，邀请裴洛西来台湾访问。啊，搁譬如讲，阿强啊，甲咱咧盘批的这个战机甲弹落来，等等等等。针对这个假消息，警政署长黄明昭嘛亲身出面来说明，讲这个刑事局快速来办理，要来追源头。啊，总统蔡英文嘛呼吁民众，未来这几天，中国会强力来拍这种认知战，大家都要提高警觉。只有政府发布的消息才有准算，啊嘛，请大家唔通来传送假消息。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接单离开台湾，有网友伫咧 PTT 野消息，讲台湾透过公关公司付9400万邀请佩洛西来，这个物影，外交部伫咧第一时间驳回这个假消息。网友四杀猫真紧找到本人，问这篇文章敢是你发表的，还是别人偷用你的身份做的？对方讲家己真久无用 PTT， 为了驳回，佮去警察局报案。刑事局也立案，已经在追查。那目前追查是有一个进度。不过案件查到一半，网络佮传出中国解放军伫咧台湾4号练动演习，成功甲咱台湾的破飞战机抛落来，国防部经驳回无这件代志，是袂搞。中国央视报道，中国政府计划伫咧8月初8进前，撤离伫咧台湾的中国人，无查证会叫是真的，不过这赶快是假消息。刑事局伫咧一天内找到源头。这个信息是从屏东刘姓的兄弟转传出来的，是由一个赖群主的一个信息转播出来的。那初步了解，这个播文的对象，是一个大陆女子人士。佩洛西离开台湾，假消息就直直来。事实上，俄罗斯拍乌克兰的战争，错误的消息嘛是真多。总统蔡英文呼吁台湾人爱提高警觉，唔通乌白传无影无迹消息，才袂去影响到民心士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